大家好，我是季晨，在《拐个皇帝回现代》里饰演孝文帝李欢。1月30日下午1点到2点，我会在乐视网《拐个皇帝回现代》跟你一起来弹幕，不见不散哦。明明这个世界，约在这个地点。对啊，5月嘛，5月的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哎，一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哎，佳妮，一哥哥，你看我给你带礼物来了。什么礼物啊？哎呀，我们家刚采摘的头茶呢。谢谢你。看什么？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嫂子呢？哦，她忙着写小说呢。我给大家泡茶吧。好啊，谢谢。妈，哈哈，妈妈，妈，叶妈妈。佳妮来了。嗯。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哇，太棒了！不愧是偶像啊！来这边。芬妮，芬妮，我们先上去啊。好。服务员，给我们来2瓶啤酒。哦，好的。想问天你在哪里？想问问我自己。一开始我聪明。小女人，你来干嘛？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啊！李欢，我今天又烦又害怕的。把那几个暴君关在实验室里，一点儿都不安宁，又吵架又打架，我真怕叶家知道。先关着呗，到时候再想办法。先生，您的啤酒。谢谢。他们可是魔王，杀人不眨眼的。魔王怎么了？也不跟我一样吗？手无寸铁，没有御林军，也没有文凭，没有户口，你怕他们干嘛？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又不成天面对他们，我都快疯了。峰峰，峰峰，现在你是强势，他们是弱势，他们就像放在案板上的肉，任人宰割。你都把我改造的这么完美，还怕他们不成？奥特曼蜘蛛侠，擎天柱大哥，救救我吧！快点！妈，这是谁惹您生气了呀？除了你，谁敢惹我生气啊？我这刚回家，怎么惹您生气啊？哦，记得有个家呀，不是自己有个家了吗？妈，瞧您说的，有您在，这永远都是我的家。什么时候学会贫嘴的？妈，我哥他谈恋爱了，你看他那嘴上就跟抹了蜜似的。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你跟那个冯小姐是永远不可能的。妈，我不是也跟您说了吗？咱不是不提这事儿了吗？你真奇怪，他明明跟别人同居过，这样你也要，分明就是个骗子嘛。叶妈妈，来喝点茶。哦，对，喝茶。妈，叶妈妈别生气了，对啊，到时候安扣听到了又不高兴了。你看我们佳妮多懂事啊。没有，我要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。想问天问哪里？这是你心的诉。峰峰，练7个小混蛋的事情先放放，等我忙完这一阵，我想办法。你在忙什么呀？炒股。
如果说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好的话，炒股来钱很快的。炒股，叶波赔了你没看见啊？三弟那是勿信人言，而且又没有定力。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之后，我帮他挽回损失。炒股就是赌博，你只见人家吃肉，根本就没有看见人家挨宰。那炒股失败的人排着队要跳楼呢。人生什么事情不是赌博？好心当驴肝肺，不听算。何峰，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资产全部投入了股市，我的资产现在已经是7位数。我已经订了一辆轿车，很快我就可以建成我的皇宫。哇，1000年前的皇帝开着轿车，用着电脑，炒着股票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很快，你就会成为皇宫的女主人。哎，你真要退赛啊？我不白给你投票了吗？还我短信费。我害怕这个世界，也害怕跟外界接触。其实，我很想回去。回去？你能回去吗？你在这个世界上，起码不用担心性命之忧。你回去了可怎么过呀？大不了隐姓埋名呗，不做帝王。反正我在这个世界也很孤独，唯一的一个伴侣也变成了朋友。芬妮和叶波不都是你的朋友吗？伴侣跟朋友是两码事，好吧？当我得意、失意、痛苦、难受、孤单的时候，有几个朋友能够终身相伴呢？李欢，你应该试着交女朋友了。你长得这么帅，很多女孩都会喜欢你的。你要是结婚生子了，你就不会觉得孤独了。这不大明星芬妮吗？哎，美女，干嘛去啊？撞了我想走啊？神经病啊你们！哎，干什么？别走啊！放开我！喝一个，放开我！喝一个！哎，来，放开他，来让坐。哎，坐，来坐下。干什么？来，放手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芬妮，你别多管闲事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多管闲事儿。我告。算了，快道歉！大哥，对不起啊！好了，他们都道歉了啊！滚！对不起。好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神经病！芬妮，没事吧？咱们快走吧。哎，跟你哥说个事儿，你跟李欢不是称兄道弟吗？跟他说呀，冯峰跟李欢是什么关系？你连被骗了都不知道。啊，妈，小峰和李欢，他们两个什么关系我是最清楚的，不用别人告诉我。哦，那李欢亲口跟我说，他们只是普通朋友。叶波，你不是告诉我，冯峰是李欢的前妻吗？啊？
啊，你啊什么啊呀？哎，我说叶波，你什么时候当上狗仔队的呀？本来就是你第三者，你再给我瞎说！我没瞎说。哎，我想大家应该都饿了吧？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去弄点好吃的给大家吃吧。我陪你去。走吧。走。叶家，我可警告你，你爸60大寿，我可不希望那个女的踏进我家半步。佳妮，你打算做什么好吃的给大家呀？你想吃点什么呢？走，给我打！上！快走！李欢，别打了！没事吧？大爷的，没事。不行，报警！哎，芳芳，你千万别报警，芳芳。为什么？你要是报警，明天就是要头条新闻了，这样我和叶波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你不很厉害吗？你厉害！我求求你了，行吗？你谋杀先父！信不信我把你吹下去？谢，滚！他们走！没事。你吃我豆腐！芳芳，不要再这样。看你刚才跟个泼妇似的，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子了？那他们打我朋友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吧？打架是男人的事儿，你跟着掺和什么呀？哎，行了，你干嘛说这么多狠话？再说小峰也是为了你啊。你今天就是看我不顺眼。我就看你不顺眼，怎么了？我本来今天约的就是分你，你来干什么呀？行，李欢，你停车，不用你送，我自己可以回家。不送就不送，没见过你这么蠢的女人。停车！下车。不劳烦你了，我自己回家。哎，芳芳，李欢，你干嘛说这么重的话？再说了，她一个女孩，这3更半夜的。行了，我先下车，你赶紧去追她。我送你回去。哎呀，你不用送我了，你赶紧去吧，我家就在附近。好，赶紧去啊！芳芳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李欢，你回去吧。你疼不疼啊？真傻，傻瓜。
去吧。我不，我怕一松手，你就跑了。小风，快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嘴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说话呀！我刚才跟一群男人打架了。打架？跟谁打架？有没有报警啊？我跟芬妮出去玩，碰到一群流氓骚扰芬妮，他们还把李欢给打了。李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把话说清楚。我看李欢被打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啊，我。那李欢呢？芬妮没打架，但她脚崴了。李欢也是受了点皮外伤，不太严重。那李欢看你被打成这样，他就让你一个人回来了？没有，他把我送到家门口就回去了。你说你啊！对不起，疼死了！还知道疼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让你跟李欢在一起就不听。受伤了吧？我在外面被人欺负，回来还被你欺负，有没有天理啊？哎，好了，先回家吧，啊！你答应我，不许讨厌我，永远也不许讨厌我。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啊。可是，你打架这次，我能不能讨厌一下？不能！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许讨厌我。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讨厌我，就你不行，一次都不行。好了，不讨厌行了吧？回家吧。好了，来，小凤，我还是有点不高兴。为什么呀？你对李欢那么好，还帮他打架，我嫉妒他。你没看到当时的情况，要是换成你，我肯定拿出必杀绝技。什么必杀绝技啊？胸口碎大石。好了，上瘾了你还？你不需要他的照顾，只需要我的，否则我一定好好揍他一顿。看着点。小凤，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没声音，走。不对，我真听见声音了，就在那儿。哎，我饿了，回家吃面面吧。你先回去，啊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叶佳，要回家洗澡都睡觉了啊。小凤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没有。没有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去看看？我跟你说个事儿吧。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在里面关了几个人。关了几个人？小凤，你到底关了什么人啊？你敢瞪着朕，朕诛你九族！来呀，你现在就灭了朕好了。都别吵了，朕困了，安歇吧。哼。你是何人？你是哪朝皇帝？这位公子卖相不错，一表人才啊，长得一副小白脸模样，还不如孝文帝威武呢。孝文帝自然威武，他灭了你的国家。哼，你姐姐，朕好饿。你少跟我装蒜啊！果然是典型的阳奉阴违。还有，以后不要说朕了，现在没有皇帝了。姐姐，可是朕真的好饿啊！你们都别跟我装可怜巴巴的，平时作恶多端，饿一下又怎么了？
小凤。小凤，我要是不相信你说的话，我一定以为他们是精神病呢。叶家，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千年僵尸吗？不行，不能让这些僵尸在家里面。我们赶快报警吧。难道我们要找的东西就是这7个小皇帝？客人就是我们的皇帝啊！无论提什么样的要求，你们都要满足。我来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。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。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